唐，保家卫国，天佑大唐。此去边疆是为我大唐开疆拓土、建功立业，你们也没什么可担心的。相公，此去凶险，我担心。没什么可担心的，我命大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没准立了战功，还能封侯拜相，那个时候你就是侯爵夫人了。官爷呀，我就把孩子拜托给你了，你一定把他平安带回来呀。能为大唐江山社稷出一份力，是你儿的福气，请尊轩放心，有我在，令郎一定会平安回来。走吧。哎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卑职参见梁将军。哎呀，免礼。其他人呢都差遣出去了，给你们两个一份差事。这关中地区的新兵已经征完了，你们呢就去清查一下人数，别让那些当官的吃了空饷啊，闲差啊。哎，不过记住啊，有人吃了空饷的话，你们两个给我从自己腰包里掏钱。啊，去吧。属下告退。告退啊，走吧。这是闲差吗？闲差。夫君回来了。夫人。夫君回来啦。啊，回来了。二妮，来给我按。夫君喝水吗？你先倒上吧，我想想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我写字写的。真布还要写字啊？那稀奇吗？你看，我还作曲呢。夫君还会作曲啊？啊，什么都会。哎，对，哎，往下点，哎，再往下，哎，对。忍住啊，要不然咱俩就死定了。你，将军，属下有幸帮将军欺骗敌军，定当竭尽所能。将军，不是我。将军，属下失礼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陪夫君睡觉呀。你怎么不回屋睡去呢？夫君，刚才你说梦话了。我说什么梦话了？又说什么手机、电脑之类的吧？你一直在喊秦玉。夫君，你不让我陪你睡觉，是不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秦玉啊？靠！你都想什么呢你？你怎么这么腐呢？睡你的觉。
夫君又在担心秦玉了吧？这么长时间都没消息，我能不担心吗？秦公子吉人自有天相，再说他不是夫君的得意门生吗？我教他的是兵法，又不是仙法。刀剑无眼啊！你说两个国家好好的，为什么偏要打仗？大唐已马上夺天下，自高祖皇帝起，大唐男儿无不以驰骋疆场为荣，开疆拓土，建功立业。有多少男儿把热血洒在了塞外？这不是夫君一个人能决定的。人各有志啊，幸亏我不是那种好战分子。所以说我有一个光凭头脑就能光宗耀祖的好夫君啊。哎呦，跟谁学的呀？会聊天，会撒娇了啊！夫君，咱们俩去二女房间睡吧。炖只骡子，炖只骡子，对，炖骡子。哎呀，夫君，这门功夫着实难学，咱们换一个吧。好吧，那换一个怀旧一点的第8套人民广播体操。好，第一节伸展运动现在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。夫君，兰陵公主托人捎来消息，关中剑南作反相关事宜已经判定。好，那你给捎信的打个赏，然后吩咐老四去准备。夫君，这王家和陈家的根基都在长安左近，而且酿酒本就不是我们的老本行，为何偏要去剑南开设分号？开设剑南分号不仅对我们好，也是克敌良策。血饮愚钝，不明其中深意。第一，剑南分号的酒是以收购吐蕃青稞为原料的。吐蕃呢地处高原，粮食本就匮乏，咱们大量收购青稞，军粮就不足了，难以维系庞大的军力。第二，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，开设分号可以实施多元化、异地化的发展，有利于分担风险，降低成本。第三就是帮着政府好办事。简单点说就是可以多挣钱少花钱，还有个大哥随时随地的帮着你，懂了吗？这我就明白了，夫君真是聪颖绝伦啊！好吧，那我去军部喽。保家卫国，天佑大唐；保家卫国，天佑大唐。人当名人，有当无敌啊！哎，这些是啊，关中地区刚刚入册的新兵。不是说这服兵役都不愿意去吗？怎么我看他们还挺高兴的？这次跟以往募兵不一样，这次是为吐蕃战事专门而去的。战事一旦结束，就会返回原籍。朝廷封锁了前方的战事消息，民间以为吐蕃军队只剩残兵寥寥，所以这次去只是赚个战功而已。有士气就好啊。不过我刚才看他们那些兵器，跟上次看的相去甚远啊。子豪兄上次所见的是梁建芳的陌刀队，乃我大唐精锐，可谓是身经百战。队中将士人人配备陌刀，只是这陌刀的锻造技术工艺复杂，造价昂贵，不易大量锻造，所以呢，陌刀队的人数只有区的1000人。陌刀鼎鼎大名啊，倭国后世的那些小刀，还不是都跟咱们陌刀学过去？不会，陌刀制法乃我大唐至宝，绝不会轻易外传。你不传，几十年后还不是被鉴真大师传过去了？这个技术这个事啊，只知保密，不思改良，就如逆水行舟。算了，不说。子豪兄所言有理，可这陌刀技术已然登峰造极，如何改良？这世上啊，从来没有登峰造极，只有不思进取。就改造，我都会啊。子豪兄学识果然渊博呀，百度百科上都有。百度百科？
也是一本上古奇书。哦，哎，子豪兄，那你有没有想过将方法献于朝廷啊？还是算了吧。你说这磨刀，工艺复杂，没法大量锻造。再说几百年之后，也就消失了。啊，我还是不趟这浑水了。啊，哎，子豪兄，刚才那个行军曲，据说是你所创？啊，上次那个梁老头问我怎么提高士兵士气，我就教了他们这首歌，怎么样？好听吗？果然雄浑呐。就是不一样。禀左武卫行军长吏大人，长安地区西募兵员已经全部就绪，这是名册。放那儿吧。大人，卑职还有一事。说。如今吐蕃犯境，但卑职所部却无缘塞外边疆，卑职恳请再为青壮，报国杀敌。有志气。独孤兄，什么叫青壮？就是新募兵。哦，难得呀！这样，你把你的名字也写进名册里，其他的交给我了。谢大人。热血、励志、感动啊！天哪，缺觉啊！是啊，不知道这个老流氓提过咱俩没有？流氓干不出那雷锋的事儿。吐蕃主力现在在哪儿呢？回将军，吐蕃猛攻全川8天，共计26次交锋，全被苏将军打退。据探子可靠消息报，吐蕃主力部队已退回80里地外。太好了啊！这吐蕃气势汹汹的，到头来连个仙川都没给我攻下来啊！我就算把仙川让给他了，我还有苦川、辣川、酸甜川。哎呀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个20万？哎，吐一浑那帮小子到哪儿去了？啊，他们已经进入我大唐境内，即日就可到达凉州。哎呀，他们倒是自在啊，举国跑到大唐白吃白喝。不过啊，吐蕃几次冲锋未果，可是他们的元气没有消啊。苏将军已经几次催朝廷速派援军，可是程老将军呢，因为于田的牵制而脱不开身呢。我们现在不能掉以轻心呐。对，让苏老将军坚守。那个吐蕃人呢，他打的是勇武，咱们呢打的是消耗。哎，你死一个，我们死俩；他死20万，咱死40万啊！等吐蕃人都死绝了，咱们呢也就是几个都护府没有了而已嘛。告诉苏老将军，坚守待援。我现在已经在汉中招兵了，临时组建了一批娃娃副死兵，很快就给他送去。告诉他啊，留着自己的精锐，不要被吐蕃人白白消耗。这些人都没上过战场，就贸然上去，这……哎呀，不是说了吗？这就是个副死兵嘛。这帮娃娃们，他可能一个敌人打不死，但是呢，他最起码让吐蕃人的刀把子坏几个嘛。老人渣他妈还是不是让小孩上去上战场？不混！哎，王家小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回梁老将军，左武卫行军长吏暗自庆幸能够留在长安，陪在您的身边。可是呢，作为行伍之人，又觉得这个话说出来不好意思，因此嗫嚅。哎呀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？啊，你们想走啊，我还不让你们走呢！啊，好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啊，你们走吧。诺。副死兵，还他妈人肉弹！梁将军，梁将军，哎，梁将军，那个属下听说梁将军有一支陌刀队，骁勇善战，个个以一挡百啊。
有啊，这支磨刀队啊，我已经苦练了3年，个个精锐啊。那现在何处啊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磨刀队我自有安排呀，不用你来操心啊。对，咱们那个卑职不敢妄言将军违约，只是日前呢，子豪兄告诉卑职有一锻造宝剑的方法，炼出的宝刀削铁如泥，我在想或为将军的磨刀队所用啊。哎，这个好啊！哎，子豪，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呀？我早就想拿出来了，但是我们家祖训上传了，说传男不传女，传长不传幼，那祖训训的可多了。但是卑职要念及梁老将军知遇之恩，那怎么可能不拿出来呢？好，拿出来就好。啊，不过这个可不是为了我梁建芳啊，这是为了咱们的皇上，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啊！是，卑职谨记于心。好，我马上就安排咱们刀剑工匠啊。你呀，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不许隐瞒。对，卑职不敢怠慢。好，走了。行，梁老将军慢走啊，别摔死你。不是，独孤兄，你怎么嘴那么快啊？不是，子豪兄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法子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当他知道有这个法子以后呢，他一定会把他的磨刀队派到吐蕃战场上。哦。独孤兄心思缜密，在下实在佩服。这样一来，这梁老人扎的磨刀队对上吐蕃，这老人扎必然阵阵挂心。对呀。可是要想救人的话，这些还远远不够。哎，你说咱们要是进去偷偷把那个名册给撕了，什么罪？子豪兄德厚流光，小弟十分佩服啊！里通外国，诛十族，没发现无罪。那要不然你去试试，万一抓不着呢？子豪兄的意思，我不去，我也不去。啊，那不行，回家了。哎，这次这个锻造方法。大家学成之后，全大唐就只有你们几个人知道了啊！你们也算是高新技术人才了。如果将来这个技术传到了倭国，皇上怪罪下来，就唯你们几个人试问。不敢，这可是杀头大罪，草民万不敢。说是不敢，最后还不是传过去了？哎，那个端上来吧。你们看啊，这个是木炭、磨刀石、粘土。把木炭跟磨刀石磨成粉末之后，跟粘土搅拌在一起，拌匀，抹在刀刃上，包住煅烧，懂了吗？明白了，大人，这具体比例如何调配？不是，你们都是专业人才，要有点创新精神，自己研究研究嘛。那这火候如何掌握？不能太热，但也不能不热。行了，别问了。总之，你们就按照这个方法煅烧，谁先锻造出第一把绝世宝刀，本官重赏300贯。这大人，外加田地100亩，再加美女2名。谢大人。我他妈这300贯是不是白花了？来了。最近呐，咱这家里事儿多，这不，刚陪着小侯爷在外边办事回来呀。咱小侯爷又花了100亩地，这么多呀？那是。哎呦，看来这小侯爷又有赚钱的法子了。还真不是。小侯爷这次是纯纯粹粹的为大唐谋利。这怎么说呢？前段时间呐，咱小侯爷不是接了个朝廷锻造刀剑的差事吗？小侯爷呀，自掏腰包搞了个悬赏。
哎呦，这要按照小侯爷的脾气和秉性，没有朝廷托底，小侯爷是万万不会掏一个子儿的。哎呀，是啊，要么着咱小侯爷啊，是眼看着战事焦灼，关乎国家安危，所以啊，为个人谋福利的那点小心思啊，也就没了。哦，哎呀，看着小侯爷深明大义，老侯爷在天之灵，不知道有何感想啊？呦，我说兄弟啊，你这怎么越老还越伤感了呢？来，干，喝酒，干了，喝酒呗！只是不知道夫人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。夫人也应该能够理解咱小侯爷吧？可也是。来，老哥哥，满上。好。睡觉。哎，夫君，妾身刚刚没听明白，想是一时走了神，我怎么就听成了100亩田地、300贯银钱，还外加2名美妾？对啊，那怎么就这个数呢？真是。宁荣华夫人，我闹死你！不要啊！不行啊！夫人，你踩到我了啊！你搁上我了。臣下高宴，崔公子请慢用。陈兄，啊，秦兄走了也有半年有余了，如果真的是发生什么不幸，别说了，秦兄吉人天相，一定能活着回来。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啊！秦兄万一真的战死在疆场，我程初为了兄弟，一定会好好照顾好吴姑娘的。我会好好照顾他。有你什么事儿？秦兄也是我的兄弟啊，凭什么我就不能照顾？你小子还不是看人吴姑娘年轻，人吴姑娘漂亮，人吴姑娘胸大，你才照顾人家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知道，你心里不是那么想的呀？你说那么大声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子豪兄，难得今日这么早啊！一宿没睡啊？为何呀？跟夫人聊人生来的。哈哈哈！哎呀，子豪与夫人恩爱，真是羡煞旁人呐！段领大捷，苏老将军胜了！胜了！禀将军，苏将军怎么了？苏将军，你说夫人和二夫人，他这一闲下来啊，他就光扯淡。扯淡啊，这扯淡吧，反正是小侯爷教的，能用在好几个地方，好词儿，有内涵。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
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